福起來咧，我係 Rita 玉天。今日嘅節目當中呢，係我許六邦嘅音樂好朋友哦。呢兩個寫來嘅呢，非常有才華，一個係饒舌歌手，一個呢係多聲帶的創作歌手哦。介紹佢兩首出來以前，我想用歌聲來彈吉他，讓別人唱出吉他嘅故事啦，音樂好咧。先來分享吉他，帶來兩條歌曲《Forget About You》。去让爱差点 forget about you， 某种都四处谁来要保护，束缚，爱又束缚，不再难过 forget about you， 去让爱差点 forget about you， 某种都四处谁来要保护，束缚，爱又束缚，不再难过 forget about you。它是可以去穷不压风的压，需要到那片倾斜，是给某种好黑暗，为讲多么黑暗，跳摆看收藏的美，俩下黑脑来砸谁来，爱都在用音，都快是慢慢上去给，一摆摆跌都一夜，风也谁该 I can breathe， 魔法图讲一秒，梦一做的练习 help。去到梦已熟识落水会解路的心啊，了了全面梦，解到马尾梦，为的为解一个水的马，解全慢梦，了了全梦，解到马尾梦，一开始就会两三三分也不黑梦，就让爱差来 forget about you， 梦想多思想谁来要保护？束缚，爱又束缚，不再难过 forget about you， 就让爱差点 forget about you， 梦想都是从谁来要保护？束缚，爱又束缚，不再难过 forget about you。非常好。哇，歡迎！誒，兩位先咯，大家問好，來，聰偉先好嘛？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鄭聰偉。大家好，我係車炫去聖代。哎，家唐龍沙場嗬，男的組合效果未以好呢？你冇本來呢條歌曲係你老亞軍強下唱嘛？錯冇錯。我未咯，聖代要強下唱嘅 Sunday morning， 愛起上水幕係，主持嘅時間嘛，我都要發通的。第一版我看見到誰來強合唱誰浪音？係，我看見唱出來時只有上小。有吧？有吧？有英雄小。就是就是記得要兩個要認真唱動男，因為他常常就跟我都在打屁而已。可能我比較搞笑一點啊。係啊，錯。其實我知道，你平常時哦係講大家因為看電視看節目，我都當認真唱歌。唔講我都私底下是像朋友，然後平常時會打電話講，你喺做乜嘅？曾經當好朋友。好。因為他很熟了，太熟了。好朋友。係所以啱強下教英文當歡喜啊。譬如合作時候當聲時。其實壓力也很大，因為又買壓力。其實我唔會唱 rap 啊，嗰種要跟他幫他合音啊，做一些那起頭動男。咁係，你哋新專輯動球出來了，電音都出來了。唔過曾經摸嘻哈 rap 那種那種感覺不同啦。那不一樣，那要 rhythm。groovy，那個節奏的感覺係冇？聖代，你瞧 Give me a partner， 做得嗎？唔會做得啦，唔會做得甜，唔會做得咯。係啊，你兩首屬實係啲原創係冇？原創，99年了。99年，都已經6年lang嘅時間咧。其實那屆 Rita 沒有畢啊。
你没有参加吗？有啊，有吗？爱慕记得嘞。有啊有啊，那我是很常遇到 Rita 啦。我係貴章樂團強下比賽，嘿，所以該擺我都有得獎嘛。有有嗎？第三名。係，還有現場最佳表演獎。耶，動強，真嘅動強。所以我都真嘅係用音樂來交朋友嘅。好，所以2、3年。哎用熟識2年啦，第一擺喺天時面頭前來同下合作嘅。誒，第一擺，老師來同下合作嘅。東南角，冇啦，好高啦，好高啊！係啊，跟2、3平常時，因為我哋都係講開6強嘅，嚇，我哋有見面打嘴鼓，咪會講下嚇。2、3年因為咧成客家歌，所以開始練客家話。客家話，真嘅係咁講啊，因為跳擺成年嘅時節會講，那個長大之後，唔記得咧。阿公會說我小時候其實很會講，但是長大之後就唔記得咧。然後後來因為寫這些客語的歌，才又在精進。我係大客家種啊，主動嘛。你係愛鄉親啊？係啊，唔過愛不過你唔會大台北？冇，你下工作係在台北，係。你可能去講下佢話開始緊張嘛？冇緊張，因為我從2、3當用心，因為開始寫客家歌，所以開始練呢個客家話。你從會記得我從做動音嘛，嚇。加上我係我學妹，新竹女中嘅學妹嚟，所以我大白看到佢，我就好像看到我學妹。所以開始未得練客話咩？係要考認證啊。肯認認真，韓國媽媽係你嘅當好嘅 partner，佢寫歌詞因為寫曲嘛，好呢，係啊。不過我知道選曲目很不簡單，是佢他會講嘅，讓我差唔多，不過佢寫係動好，就是一些。佢愛寫饒舌要 rap，他要有韻腳，要押韻。他係寫動衝，感覺動腔。跟用個聲啲寫是啲文也不開音下。跳擺吧，跳擺寫歌的時節有問阿公啊，還有叔叔。其實叔叔比較懂那些，因為他可以就這個字的感覺，因為有些不能直接翻，你翻的反而就沒有押韻。對，然後叔叔反而就會教你。係，要當到係鑼鼓音樂也得嗬，言語啊，你得按呢個用落去，因為還有真正要客家味。不過動到誒，該吃沒辦法講，就是客家話其實比較直接。我們都其實比較直接。對，你想要用一些比較特別的詞，就其實沒有辦法直接這樣翻，對吧？係嗬，所以唔怕，你是多多來學習，尤其你不看，你為了你舉頭嘛。錯。你做一互相交流，你就在問我啊。我還會變得講嘅好多咧。好多，大師你好。好，我咪教你啫。好，今日講到用節目當中愛嚟考試哦，做得嗎？好。有冇啲講嘅啊？來，練差。你咪比練差，你比講好唔？我當準備咧。2項經過呢，客家電視台嘅線上嗬，嚟認證咧，嚟一下出一下，可能都會贏冇，啲咧買意思冇咧。你先。好。來，安妮。好。再打過哦。好，那你先。好。啊，我先啦，好。看個動單嘅啊。我當緊張咧嗬。好。來幫大家看一下。哦，你有冇簡單咯？唔會贏冇。咩兩啥事啊？樣啊？來。那乜嘅？那甘蔗。嘿，不要講髒話。那甘蔗半狗汁，徛盤處都尿。啊，那你聽聽啱入下。那甘蔗半狗汁。那甘蔗半狗汁。好，2、3就講，徛盤處都尿誒。徛盤處都尿誒。係乜意思？唔知哈。唔知哈。好，你一時講，錢財敷衍別人啦。哦，那盤處尿暗嘟嘟啊。哦。哈。愛思想愛用音。啊，用走音，你愛用走音好。你要總半音，那轉語連，特地幫見讀。每天講，三省吾身。
大白朋友拉来讲，有慢，应该是说，哦，好。你是那朋友都记得啊？原来是阿姨哦。好，都好，那转语不卡答的，好文艺嘞，现代文艺。好。佢那都系乜嘅？哦，阿伯，阿媽頭是唔啲乜嘅？唔啲巷腔哦，係巷水，水巷嘅巷啊，要買一點啊。阿媽頭是嘛？他想要吃的時候，對，然後發覺這個坑裡面什麼都沒有，他的沒有發覺，其實唔地啊，就是沒有發覺啊。哦，唔地摸盆嘅係冇？係，其實講，喊我咋個，就是有點貪得無厭安嘅感覺啦。貪得無厭的意思。係啊，好。正確的再來一次，阿媽頭是唔地巷腔。阿媽頭是唔地巷腔。係，好，半調兩聲鼓勵下，那再送半調，客家妹咪喊下進步嗬。第下陣你繼續來談聖誕。然後重複，記得分享，記得去創作。韓國兩位最近有得獎了，真勁當強哦！你下繼續轉到你節目當中。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thing's Hakka. Yeah. 陪你不息，摸出24小时。I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thing's Hakka. 中伟。用情朋友疼愛落耶。我屬實，我的朋友全嘛講愛講我的都奇怪，因唔知本人來到藝術家的世界，無人就最會愛看到安將的世阿妹係天之白，醫療機中的存在嘅目標，對我來講算個潤膚，多個心地度，但有本到幸福的一條講，最愛的一條歌。你每一個找心跳，一度都愛。都想冇誠意，可是要偷偷可能意。你每一個找心跳，一度都愛。時間注定也未停擺。I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thing's Hakka. Yeah, 陪你不息，摸出24小時。I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thing's Hakka. 用情朋友疼愛落耶，你的母豬安家，叫姑媽安家，每一親密開親密為公主嘅表命，原本應該係看唔到巴西這個搶命，我係這個單純嘅Hakka boy，假使你係高高嘅每個來，少做不容易，我唔知你還倆幾法，終於你送本意。你每一個找心跳，一度都愛。都想冇誠意，可是要偷偷可能意。你每一個找心跳，一度都愛。時間注定也未停擺。Yeah, cut to black. Soak it down, soak it down. 愛的有點愛會係用版權公務出罪。動作而為，唱到一遍。兄弟 morning everywhere。Yeah, I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 day's Hakka. Yeah. 陪你不息，摸出24小時。I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 day's Hakka. 用情朋友疼愛落耶。I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thing's Hakka. 陪你不息，摸出24小時。I Hakka boy, live with Hakka. When I wake up, everything's Hakka. 用情朋友疼愛落耶。小公大家。我今日發覺，原來呢首歌曲Hakka boy係會愛寫。佢講木豬安將，
叫个很正。讲伊声语的吗？写为来写的哦。做得新梦伊啊，很歹势，很有做研究是有点福利。真正人 Rita 迄动这样的什么？哎，我哋，嘛都有聚会。好啦，新梦伊啦，哎，真嘅恭喜良山诶，桃园的咧流行音乐节，良山都得奖，系吗？长洲是得奖，韩国春晚还得到了擂台组诶，现场冠军呢。冇可能吧？你良山强啊比赛诶，冇啦，传统的应该冇啦，佢系传统第一名嘛。应该流行歌曲，就是流行歌曲啊，唱歌的，演唱的，哎，恭喜！是冇。哎，刚下谈了客家杯哦，你自己伫从儿时节有加入了现呢？所以你的创作地图其实当年呢？俩首歌其实应该做有3年吧，不过我冇用，我全用伫个电脑地背图全冇用。是最近要参加这个比赛，才想说。突然听到，其实觉得这首歌的那个二胡，很有味道。然后刚好是颜志文老师跟林桂水信上18交联那首歌，时空对话那张专辑，对话那张专辑，对，然后那张专辑我自己很喜欢，对18交联我自己听到都落泪，我是说真的，对，我是还蛮感动，对，所以我才会想要用这个他前面拉的这一段，然后取样在我的歌曲里面。好糖，对，好糖，做得吗？做得，冻好糖，冻好糖。跟哪时开始真正想要从 rap？其实是够重吧。高中毕业的时候，其实高中那时候在听，是听到外国的，就是台湾全蒙音从安用的歌曲，不过后来是热狗。动音词出来国语嘛，走的安用虫安用熊，然后我起个写看看。就写写看，发觉自己蛮不会走对样用，就开始一直朝这一块一直走。所以从国小开始，高中高中就喜欢嘻哈饶舌嘛。对，我第一个第一摆接触的外国的艺人是阿姆嘛，阿妹啊，阿妹，原来是阿妈妈，阿妈动飘。所以其实到国外的嘻哈饶舌你都有听啦，慢慢自己开始写故事，向那条路去行嘞嘛。好，跟 Gimme 带了你的玩具，你的玩具介绍一下吧，这个鼓机嘛，做 Q 的机器，对，作曲嘛，做 Q 嘛，你最近又得进修成吗？算是在进修，算是休息了应该有半年。然后又亲信上外国的信上视讯，然后跟他上课。可是他是录好的影片啦，对，没有，因为我英文不好，没办法跟他对话。他是录好教你怎么去混音啊那些后置过程，对，主要是学后置。然后这是我在进修的这段期间，然后很喜欢一个曲风叫做 Lo-Fi， 对，然后发现了这台机器，然后就把它带来这当中，你搞一下。走的，它可以就是每一个这个方块都可以放一个取样进去，就是一个音色进去。对，像我这个9，我就放了一个鼓，它都可以放，可以放一点 rhythm 进去。对，然后我就把我喜欢的应该中意的 sample 用地来地图，然后我就放了这个。所以随你放嘛，随你表。对，你就可以去结合它。节目当中，老罗宾叫阿，你找到你为什么落牌了？唐麦哟，好高你真的有听到？有，我有跟你的 rhythm，好高。应该唐一虫都很小，因为你冇唐一虫啊，好啊，对不对？嘻哈饶舌，客家嘻哈饶舌天王神医嘞呢，系冇？啱講咧，其實你最近咪有一隻計劃，韓國謝偉老師。好，又在《你客家天使台》上山歌咧電視音樂專輯裡面有合作嘛？你看一下呢片段好冇？動精彩哦，來看一下。Let's go。還有邱家老師，搖滾的山歌，傳統的現場唱片。
大雄嘻哈饶舌，哦帅哦，係係哦，看不出來呢。好高呢，所以你係唐家川團三公十個時間，所以想你也夠知道。未来流行的趋势就交给时代的潮流。因為各次地圖講到，好像新舊的融合，韓國呢傳統到現代嘅結合。所以大家聽到安樣嘅山歌係咩詞到動聲詞動好高，別似講山歌老厲害，安尼現代彈嘅音樂真嘅係做得結合。像我自家沒有喺重慶度，冇叫人山歌改編嘛嗬，我就山歌真係互相有味道。加上安尼厲害，後生樂團用扮演家人，我都會想法落去，變成安尼厲害唱出來嘅山歌。我覺得加上演本嘅咧韻味，變到很有味道。係。重會沒有啊，嘅重州地圖沒有啊，係冇？恭喜哈，那道挑戰哈，心情當好哈。謝。係啊，既然兩三年來到，我唱聲帶講 rap 一下，因為家下佢唱嘅時間你沒有客家背，做得冇？你頭先想忘記你啦，我唔講喺度兩沙好冇？頭先我講兩沙客家背，你講喺兩沙咧講 rap。講 rap 冇？好，我上到咧。好。當簡單嘅啊！好，老二鄉下嘅時間就愛5年，老二鄉下嘅時間就愛5年。你睇佢咯，老二鄉下嘅時間是愛5年。等下，要一個 rhythm，你要鼓機啊！好。我先來啊！老二鄉下嘅時間就愛5年。哦，黃姨啊！老二鄉下嘅時間就愛5年。哦，做咩？係年動。冇講係啊。老二鄉下時間是愛5年。其實動簡單就按用啊。按是做得係啊。按做得啊。睇嚟你要接走行是做得。只是我們會寫比較長一點啊，因為動到期嘛。老二鄉下時間就愛5年。咁用扮演練嘅講，練嘅還有味道。還有味道，其實我感覺 rap 動重要係又容易係押韻嘛，還有韻腳，還有一個係你用一種口氣，你口氣要有那種拽拽的，對，但看如果今天這個是歌是拽的歌，你就用拽的口氣。但是經典是出嚟啦，哈，好，我都嗰練一下，好，等下轉來看，用扮演做的表現都很好，先聊一下技術轉到節目當中來。路線講伊係線歌，人貓都是線都係線歌，行行匆匆，誰料평把路山歌，每位愛見大鼓甲衝歌，啥子時機係阿福歌，阿福歌快樂公園，你自己係線歌，阿福歌還困是衝歌。是讓他丟臉來為天來去困戲，糖豆大菜茶，平安喜，好人沒危險。傻傻是講阿福歌，窮線歌。路線講伊係線歌，人貓都是線都係線歌。行行匆匆，誰料평把路山歌，每位愛見大鼓甲衝歌，啥子時機係阿福歌，阿福歌快樂公園，你自己係線歌，客家了解山那歌啊，貼出了名啊。跳跳啊，來山啊歌啊，有沒了名啊？耶！哇，家下從未唱咧線歌啊！線歌啊！唱起來你嘅唱腔。我覺得蠻可愛的耶！哎呦，係啊，動等一下，大家有睇到嗎？然後從山歌嘅時間，架勢十足。
我觉得他还蛮适合唱跟上够，因为地上很动很厚，蛮厚的，对，可以感觉可以在山里面穿动员，有穿透力的呀。蛮不会走的。你啊先过吼，大家你啊谈到老基比赛版本冇强用，因为比赛结束的时间是 full band 嘛哈， full band， 然后是整个比较电音，然后比较摇滚一点的感觉。错，就是原曲其实有加一些像。比如说玩电音会做一些跳针，就是会做一些那个好像回荡的那种，那比较不一样感觉。他今天就是做民谣，用回动好听哦。你要先给我得奖的歌曲，让大家介绍一下写家公的故事，让你最佳的拍档玉梅姐，让妈妈听下写。我妈妈写的时节是咯，假讲，从在他以前的时候就常常，去听大戏啊，去采茶戏这些，他都很爱听。那他就是动路线的音，永妈英公是讲，他就是可能做事只要做到5点就好先存拉手嘞，又拉手嘞，对，错，就是这种，然后每天很开心，然后而且。可能有时候采茶戏在很远的地方，只让他丢连哪位时而已，就是跟多远他都愿意去这样子。我发觉当特别的，因为呢，从尾自己家弹吉他唱歌，家拢没歌上没当好，妈妈又会写歌哦，爸爸没好唱歌，你贵妇看你都会动会唱歌，动好去表演，动好音乐唱嘛。你看圣诞没强用，爸爸妈妈还会跳舞，结果你自己是来走舞曲、嘻哈、饶舌，那就教育真紧动重要，系吗？我也是从小算是小时候耳濡目染，对啊，我也是。都是听到音乐才起床的，对，因为他们有时候早上就会练舞，但是我们都水都冻煮完用，对，都听到音乐差不多嘞，都在红葱嘞。哇，所以各位朋友想来培养艺术家、音乐家，从小是开始培养，本记得堂动都会音乐，真运动又好做嘛。有错，系啊，两位呢，伫咧写客家歌，你下咪情有心知，无论係得獎啦，又係發行專輯啦，嚇，當都會發同เรา大家分享。最近有賣計劃嗎？其實我做啲專輯以後，底下是去拍一些 MV 啊，有，对，就是一些后续的一些的宣传啊，最讲嘅阿婆，韩国股票，唱台价持续锁定曾仲伟罗宾啊，他的粉丝专业，错，所以你下翕 MV，韩国最近还有其他的发通晓吗？还有6月4号在台北的签唱会。签唱会，第哪位，让大家分享一下。很会呢，那都是粉丝，客家图书影音中心，中正纪念堂，OK， 错。乜解呢？乜解時間？6月4號下午2點，下晝2點到4點，就我跟蘿莉控樂團的另外一位。佑榮，我們會一起做現場表演，然後做一些簽唱這樣。很讚哦！現場未做得賣到專輯，沒有恭喜下。都讚。現場做得賣專輯嗎？做得好。幾多錢？要準備。不要問啦，拍攝，等下拍攝講。係啊，所以有簽唱會，韓國最近沒有宣布嘅演出係嘛？其實韓地記吧。韓地記吧，係啊。你兩三位強下嚟表演哦。有可能，有可能，你下時要賣關子。有可能。今日喺你嘅節目當中提到，安陽嘅合作實在太美妙了，所以為了有機會多多嚟合作。好。那聖誕呢，最近安陽是你在古蹟上也其他也創造饒舌的作品，有計劃推出新的專輯嗎？會，下半年吧。下半年還是多了，你還表演咧？我記得了。最近冇買西給地嗎？我又想要弄國語的，也想要弄客語的，然後又想要弄音樂的，但都是一直腦筋一直在想，一直在弄，可是還不知道會進行到怎麼樣的。又開始走嗎？又已經走東豆已經走東豆。客家的應該也有6、7首了。对，國語的話是最近想要先弄，然後也會想要拍 MV， 也在談了，對，也在談了，對。安東好你都知道好啲創作嘅時間，無論係做哪種嘅音樂，或是純音樂對自家來講最想嘅突破乜嘢？我係音樂，我
我觉得就是我希望膝盖因有把它躺到，就动很国外，比较国际那种感觉，不会觉得low low 那种感觉，或是对我自己是希望是期许，对。音乐越做越好，越做越精致哈。对，超，所以才会。该准呢？我是都，我下个可能这最近妈妈都在带我妹妹的小孩，可是我一个瑕疵的功力要好增进，是不是？要增进一下，错。然后还有歌也是要越写越好啦，因为永万音不音躺都为起头动感痛。要写出感动人的歌，应该是起头动难啊，所以现在也是在做。你有瓶颈吗？有啊，瓶颈。大家做咧互相讨论一下。你台有吗？我有，你有瓶颈吗？做事做生意呢，就用广东话哈，真嘅都有时间沉淀下来，累积好的作品，那都重要。还你到音乐做红啊，潮咧系最食材，一步落去行哈，唔是急。你是讲到最后的东西，本大家躺得到，我觉得这都是历史的痕迹耶。最重要。所以唔是急啦，我觉得你都要当用心，一天就会做得好。最尾我想冠军嘛哈，两位都得奖啊，冠军总会讲一行业得奖感言好吗？其实我想到会打到头名，打头名嘿，然后我颁奖的时候我就。在台上就讲了，因为刚好曾文灿市长也在旁边，在桃园市长，然后我就讲说，爱做阵时动辛苦啊，然后可能就是刚好有唱片公司有跟我讲销售数字，就三个月卖了48张。应该是讲啦。应该起头仅仅走哈卡音乐还动辛苦，然后就市长他那时候就马上说，那他要认购100张。哇！那是起头那个推送，那是推送是感动落泪。对，这就是动感动，真的。真摸啦，真真的，对，就是觉得很感动，觉得就是做音乐这么辛苦，终于有人用心看到。真紧我相信讲做艺术两条路吼，实在遇到故事。不过呢，咱的行动应该记起安尼哦。客家音乐需要大家强下来记起真紧哦。咪希望两个音乐嘅安健期，你强下加油。好冇？音乐好朋友强下加油哈！系希望大家，希望大家嘅收看，大家嘅聽你欣賞做完同了，獎勵了。